曾特首同埋5區變相公投總發言人余若薇展開電視辯論，網上就有人發出要暗殺曾蔭權嘅言論。早前喺高登有一個名為地底膠人嘅網民開咗一個名為暗殺曾蔭權行動，人數限為100人嘅標題，題目一開即刻受到網民高度嘅關注。高登出名係反對派，特別係社民連嘅支持者長期佔駐嘅網上論壇，但係有好多網民呢一次都唔支持地底膠人嘅言論，有多位網民都話對佢嘅言論感到不安，認為佢嘅行為已經觸犯咗法例，又斥責地底膠人嘅行為，認為會引起社會嘅恐慌。有人認為地底膠人只係想引人注意，滿足表演欲。又有幾位網民話會報警，希望警方能夠徹查呢件事，早日拘捕呢一啲破壞社會秩序嘅人。有人勸誡地底膠人喺網上留言之前要三思，要顧及其他人嘅感受。仲有人話佢對網上活動嘅認知不足，認為政府要加強對青少年嘅教育。其實前排亦都曾經發生過同類嘅事件，有網民曾經喺網上面聲言要襲擊立法會議員湯家驊，同埋強姦立法會議員劉慧卿，而事後2個人都有報警求助。